今日咧帶大家睇下清水灣澳龍一個上層3複式嘅單位。咁呢個單位咧係2619尺，原則咧係4房4套嘅。咁呢個單位咧做咗一個間隔改動，變咗3房3套。咁而家呢個咧係一個長壽嘅單位嚟㗎。即刻同大家睇下裏邊係點樣樣嘅啦。咁呢個單位咧係有佢自己一個嘅私人電梯大堂啦。咁 PW Penthouse P16。咁入到嚟咧，首先會見到呢個中島嘅設計啦。呢個中島設計咧，其實就係一手發展商已經做落㗎啦。咁裏邊除咗張台之外啦，咁仲有啲紅酒櫃啊，有啲儲物空間喺下邊嘅。咁除此之外咧，仲有呢邊呢一個叫做沙律台，一個西式廚房形象空間，廚房位置都係以一手嘅成本做喺度㗎。咁由呢度入去咧，就係廚房同埋公用房。呢個位置係雪櫃，有個好大嘅工程台面。咁裏邊咧就係一個工人套房。咁有呢個蒸焗爐，下面就係洗衣機。行翻出嚟咧，呢度就會係飯廳嘅位置。再過嚟咧，呢度有個客廁，淨洗手間係冇洗嘅。咁呢度出去咧有個細嘅平台，咁但係因為同賣咗嘅關係咧，就出唔到去啦。咁然之後到客廳，客廳咧就連住一個平台嘅。咁由客廳望出去咧，就係呢個屋苑嘅入口。白色嗰棟咧就係商場嘅會所，下邊咧就係游泳池啦。咁採用一個高樓底同埋中空嘅設計，咁可以令到光線更加多啲入屋。由客飯廳層行上嚟咧，第一樣嘢我要介紹就係呢一棟門啦。咁呢棟門打出去咧，就係另一個電梯大堂。咁可以由頭先嗰個電梯大堂咧搭上嚟呢一層。咁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咧，咁呢個屋苑咧呢個複式單位咧就可能好啱你啦。咁可以上到嚟其中兩個睡房嘅樓層。好，先睇第一個套房。好，套房呢個廁所，咁廁所係屬於客廁嚟嘅。門後邊有衣櫃位，然之後嚟到咧，呢度絕對可以擺一張雙人床，再加個大衣櫃。咁景觀咧就會望返屋苑內圍嘅，亦都有兩個平台啦，一個露台，一個工作平台，係啦。咁喺床尾嘅空間咧，亦都足夠擺一張書台嘅。再行去第二個套房，好，呢個就第二個套房。第二個套房門後邊亦都有衣櫃位，同樣亦都係黑廁嘅呢個套房嘅廁所。咁可以擺一張雙人床啦。咁空間相對就會細啲啦。咁景觀咧就會喺兩棟嘅複式中間望出去，都係望返屋苑嘅方向。然之後咧就會嚟到呢一層嘅偏廳。偏廳前面就有個大玻璃，咁呢個玻璃咧亦都可以照到呢一個偏廳啦，同埋下邊客廳嘅位置嘅。
由偏廳旁邊嘅樓梯上到嚟咧，就會嚟到主人房嘅位置啦。原本呢個位置咧應該係有2間房嘅，一間主人房同埋一間套房嘅，但係咧呢度嘅間隔將佢打通咗，成為一間大房，咁變咗3房3套嘅設計。先睇主人房，仲有一個床架嘅位置，咁出邊連接住都係另一個平台。咁行出嚟咧，就會更加睇得到屋苑裏邊嘅會所啦。呢度會所有泳池，咁由主人房望出去景觀，再望返入嚟室內，先睇睇主人浴室。主人浴室做咗雙星盤設計，咁啊分乾濕分離，做咗個馬桶邊喺一邊，淋浴同埋浴缸都係另一邊嘅。咁原本嘅通道咧喺左右兩邊就做咗衣櫃，咁通往另一間房。咁呢間房咧就做咗個衣帽間、落地衣櫃，咁同時間亦都有個平台，望返來源位置。都有另一個浴室喺度。咁呢個浴室咧屬於名廁嘅，佢係有窗嘅。出返去咧就會係上天台啦。由主人房旁邊嘅樓梯上到嚟咧，就會嚟到天台嘅位置。咁天台擺咗咧，就呢個係全屋嘅冷氣啦，就會係2部中央式嘅冷氣嘅。咁呢度就有空間可以做儲物櫃。呢度可以望到成個澳龍嘅屋苑。轉返過嚟就係呢邊嘅空間，咁啊亦都有來去水位嘅，亦都有電掣位。呢度可以有一個吧台嘅位，同樣地都係望返屋苑嘅範圍。咁呢一間澳龍上層3複式咧就介紹得差唔多啦。咁呢個單位咧係可以約睇嘅。如果對呢個屋苑或者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咧，歡迎可以隨時聯絡我。我係中原地產西岸分行嘅 Terence。